春，可是青春痘却不是每个人都有。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吃辣，视辣如命，无辣不欢。每次吃饭，我只有看着的份儿。可是第二天长痘的却是我，而不是他。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为什么老是我长青春痘啊？你人品不好吧？不可能，像我这么一个追求美少年从来不留名的美少女，怎么可能人品不好？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有些人这么容易长青春痘。我是一个喜当爹的男人，旁边这位就是我的儿子，因为我满脸痘痘，儿子更不像我了。你这个痘啊，是几十年的陈年老痘，现在的医学还没那么发达，我们也没办法喽。啊，那个没关系，我只是想问，心理辅导是吧？去精神科喽。能让我儿子也长痘吗？哟，儿子长得可真俊呢，不是亲生的吧？啊，开玩笑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一定不能让人发现儿子不是我亲生的。爸爸，我今天英语考了100分，终于有机会让他长痘了。好儿子，考好了就该奖励你，爸爸带你去吃重庆火锅。来，先吃个辣椒开开胃。又吃火锅啊！我这次化学只考了30分。没关系，失败了更需要鼓励吗？来，吃个泡椒凤爪。爸爸，谢谢你。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看来得采取点新的措施了。儿子，还有4年就要高考了，时间紧迫呀！爸爸决定今晚跟你一起通宵学习。那我以后不能玩耍了吗？要劳逸结合嘛。明晚，爸爸带你一起通宵去看流星雨。好的，爸爸。哎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说我怎么了？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我爱你。天哪，为什么吃辣熬夜对他都没有效果呀？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但是到底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容易长青春痘？果壳网科技编辑 Carlo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这个痘痘跟2种重型痤疮易感基因 SE-double-L 和 DDB2 相关，也就是说有这2种基因的人更容易长青春痘。但是有这2种基因的人也不用担心，学姐告诉你，只要有良好的睡眠，少吃甜和油腻的东西，而且要记得多补充些锌和亚麻酸，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可是我没了痘痘还是很丑，怎么办？不管你喽。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可二句话特别扯淡。找男朋友当然要找贴心的对我好的，这样才有安全感呀。可是现实中看来，好像女生们更喜欢那些把自己虐到死的坏男人呢。学姐，我也可以很坏。我说的坏不是长坏了的坏。那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到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？这个不着调的男人们到底哪里有魅力呢？上帝保佑，大家午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全世界情商最高的莫奇。今天我教大家如何成为一名不着调的坏男孩。第一是伤女人的心。没有受过伤的爱情最容易淡忘，狠下心，他会记住你一辈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才有资格让他心碎。你是猪啊，这么简单居然都不会做，不配做我女朋友。啊，好坏，好想去你家。第二是让女人琢磨不透，坏男人不该拘泥一种生活形式，杀手、浪人、飞车党，多给自己几种身份，处处散发你的魅力，跳跃在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牢牢吸引他的注意。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不仅是生理卫生的模特，还是图书馆占走专家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很多身份。像我这样的神秘男子，就算我站在你面前，我想你连探索的勇气都没有吧。好神秘，带我去你家。第三是带她去冒险，跨越道德边界，满足女人骨子里喜欢刺激的感觉，带她去做最惊险的事情，这会成为她最难磨灭的记忆。今天我被大壮打了。啊，我们去打他？不，我要去告老师。我可不认为你有勇气去跟我做这么冒险的事。啊，好刺激！带我去你家。学会了这3招，你还怕不会成为一个坏男人？哎，该吃药了。加油，我看好你哦，你一定会成功。赶紧的，加油，赶紧的，加油，加油！干嘛？没卖铁的你们加油！这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？果壳网的朋友给了我这样的答案。首先你要分清楚，这里我们说的坏并不是指心存恶念危害社会的坏，而是指一群思维观念语言行为不太符合社会大众标准的人。好男人做事太中规中矩了，行为很容易被预测，会让人感到安全感和愉悦，但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而不着调的坏男人，他们做事会非常的奇特，让人充满新鲜感，就会更有趣一些。不过学姐认为不论好坏主要看脸。混账！
连我们帮会的纹身都没有，以后他妈怎么做一个坏男孩？冤枉啊，老大，我明明就有。这么浓密的胸毛，谁他妈看得见？那怎么办？从今天起，告别歧视和辱骂，做一个清明的美男子。啊！滑溜溜脱毛膏，无需刀片，不扎手，也不留划痕，重现完美丝滑。全球顶尖的脱毛专家，还你一个曼妙的躯体。滑溜溜脱毛膏，你的脱毛专家。俗话说秀恩爱分得快，不过好像各位情侣们一点都不怕哎。放眼望去，上到大街小巷，下到朋友圈微博，各种拥抱接吻的，真的是特别讨厌。你是没对秀才讨厌吧？让你管。这个虽然秀恩爱这件事儿一直被吐槽，但是一旦自己谈了恋爱之后，还是忍不住要秀恩爱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心理呢？观众朋友，下午好，这里是《爱情保卫战之有爱秀出来》，我是记者小甜甜。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下大家对于秀恩爱的看法。大爷你好，请问您怎么看待公共场合秀恩爱呢？问得好，我正想跟你们热线电话投诉呢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像话。有什么事您跟我说。你看看那个年轻人，光天化日，搂搂抱抱，搂搂抱抱就算了，还亲嘴儿啊，还摸屁股。我算了一下，我们刚才啊，从上午到现在，一共是亲了96次，最长的一次亲了13分钟。你都不怕憋死啊？啊，你都不累啊？你都没别的事干了吗？我就没见过这么无聊的人。二位你好，请问你们怎么看待秀恩爱呢？同志，哦，我个人是很讨厌秀恩爱的，但是我更讨厌冷漠的人。我们国家的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年轻人其实就应该多秀秀恩爱，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爱。对呀，你看那个老大爷，一看就是孤单了很多年。我们不停的秀恩爱，就是想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爱呀。那点也值得了。不。那秀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？果壳网热心的网友给我们做了总结，原因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热恋中忘我的自我表现流露；第二，根本分不清私人空间和公共场所的区别；第三，希望成为在单身人群中炫耀的资本；第四，获得关注度，博取眼球；第五，不够自信，只不过是为了宣告自己的占有权而已。其实总结起来，秀爱的本质不过是为了获得社会支持而得到别人更多的祝福。不过也有一些人，他是纯粹为了炫耀，让别人羡慕嫉妒恨。秀恩爱并不可怕，可不要到最后只剩了秀，连爱都没有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学姐知道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哟。真理在哪里？学姐告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葛布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属于那种赚的钱只够自己一个人花的，这是物以类聚啊。他可比我强多了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够。不过呢，最近他把钱借给了一个朋友，已经吃了1周的泡面了，还是不好意思把钱要回来，就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不过我开始好奇啊，这个借钱本来是急朋友之需的帮助，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借了钱之后，却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向欠钱的人要钱呢？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同事，上次坐地铁借了我2块钱，他是李万金，一定是忘了，我一定要提醒他做一个守信的人。等等，最近手头比较紧，连买泡面都差2块钱，你那汤给我喝一口。Unbelievable！ 原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这个月你要吃饭 ，Just call me！ 我勒个去，他竟然不明白，一定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。我宁可是只差2块钱的泡面。如果你不是懂我的人，就算包一辈子饭又怎么样呢？哦，原来你就想要一个 girlfriend， 我分分钟跟你搞定 many。只要你告诉他们我的名字，他们就会 love you so much。谁想要女朋友啊？看来是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。大丈夫事业未成，何以为家？如果我中了彩票，我就可以自己创业。可是我连买彩票的2块钱都没有。中大奖哦！看来他终于明白了，2块钱 get。哎，本来想在9月11号你 birthday 的时候告诉你，可是你们这个 Virgin 座简直是逼着人太死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们一起创业，我出 money， 你出力，赚了钱5分，亏了算我的哦。我不想跟你创业，我就想要我的2块钱。No， 原来吃晚饭这么伤你的 heart， 我现在就叫个 taxi 送你去医院。还是坐地铁吧。2块钱。这为了2块钱可真是不值得。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直接开口要回本属于自己的钱呢？
果壳网的 int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一方面啊，这个经济状况是我们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元素，那么也就是属于隐私了。要向熟人开口要回钱，既暗示自己非常看重这笔钱，同时呢，又在试探对方是否能够拿得出来，伤害了双方的隐私，自然就尴尬了。学姐，你该还我钱了。导演，他侵犯我隐私。另一方面，这记账还钱并不是我们天然的社交方式，动物里的互惠行为才是最常见的。不过，我们的互惠行为通常采取的是模糊的人情债的模式，也就是这次我帮了你，下次你再帮我，精确到一笔账一笔账的计算呢，已经是非常现代的东西了。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适应，人们不希望用钱来衡量感情，更不希望把钱睡到感情当中，所以向别人开口要钱就特别难以启齿。谈钱伤感情，谈感情伤钱嘛。没错，就是这意思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我有时候睡到半夜的时候，忽然醒了，浑身都动不了，连面部肌肉都不能控制。你把尿酸打多了吧？我连垫鼻钱还没凑够呢。不过后来我妈跟我说，这叫鬼压床。我呢是个非常相信科学的人，那么在科学上面要怎么解释这个鬼压床现象呢？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怎么感觉被子这么重？哎，不对，我明明没盖被子呀，不会是鬼压床了吧？啊，呸！别胡思乱想，一定是玩游戏玩得太累了。鬼小姐你好，初次见面有个问题想请教，我的房间这么大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坐在我身上呢？因为我是女鬼呀，女鬼需要吸取阳气，你们单身男人身上阳气最足，所以就坐你身上喽。虽然我表面上是单身，但其实我的生活很放纵的，满足不了你的需求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哦。你这么黏着我，就不觉得自己低贱吗？怎么这么多废话？全楼就你一个单身狗，就算低到尘埃里，我还是要压着你啊！强扭的瓜不甜。算了，像你这种孤魂野鬼，怎么可能懂得爱？哦。可我已经爱上你了。你够了。看来我不动粗，你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去死吧！滚！代表月亮消灭你！你神经病吧？不懂会员点什么主题服务？有病！原来你不是鬼！哎，等一下，再也不点女鬼主题服务了。关于这个鬼压床啊，果壳网的花落诚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人的睡眠分为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和慢波睡眠阶段，无论哪种阶段呢，大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对身体的控制，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，人睡得更死，就像一个木头人。如果在这个阶段突然醒过来，大脑是来不及让身体预热的，就会出现传说中的鬼压床了。师姐，为什么每天都鬼压床？你那个叫懒。还在为半夜电话吵醒而苦恼吗？还在为早上被快递敲门吵醒而烦恼吗？还在为凡事琐事打扰8小时睡眠而感到精神不振吗？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有鬼啊！鬼压床床垫，您的睡眠忠实护卫，超强吸力都会坚决让你躺在床上。鬼压床床垫，您的睡眠管家。最近心灵鸡汤看多了，有些迷糊。有的说这个爱情要坦诚相见，有的说呢要保留些私人空间，爱情才不会窒息。你找男朋友再说吧。要你管。不过抛开这些烦人的心灵鸡汤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这爱情里面是要透明些好呢，还是要保留些隐私呢？爸爸，我不喜欢董事长的女儿，我的心里只有她，我要和她结婚。爸爸妈妈，大哥二哥，虽然我的家境贫寒，但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爱弟弟，爸爸都气成这样了，你还来气他？看来我不得不说了。那天晚上带他回家过夜，在洗澡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身上的纹身，那是我当年留下的，她就是我的私生女。大哥，如果你是他的爸爸，那我就是他的叔叔。看来这是天意啊，你们不能结婚。不，阿三，你是娘唯一的亲生儿子，这件事说出去太丢人了。不过妈今天为了你豁出去了。别给我闭嘴！那是很多年前，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我和你爸刚跳完迪斯科准备回家，忽然冲出一个黑衣人，想要抢我们的钱。
这个老不死的，把我朋友自己跑了，然后那个黑衣人就凌辱了我，所以那个黑衣人才是你的爸爸。什么？哦，那就是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不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二哥，莫非你要跟我抢女人？就算是坐牢，我也不能耽搁你们的幸福。爸爸离婚娶了后妈，没想到后妈居然和我的年龄一样，我也喜欢上了后妈。那晚的黑衣人就是我。这个孽子！我的手机里存着很多小妈的照片，今天就让她随着这一切消失吧。啊！二哥是我的爸爸，大哥是我的大伯，爸爸是我的爷爷，那他就是我的堂兄妹。真是一个秘密引出了这么多混乱的关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两个人在一起到底应不应该留一些隐私呢？果壳网的 Carlo 是这么认为的。亲密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完全坦诚，因为有些秘密一旦说出来，太容易使情侣关系产生裂痕。这些秘密最好要找最合适的时机，使用最合适的方法讲出来。一个最典型不该保守的秘密就是财务状况。婚姻几乎必定意味着财务共享，买车买房，孩子上学等等，就是不能掏小金库嘛。对。类似的还有，一旦发现了烟酒成瘾，这也是根本瞒不住的。但是如果是年少时的一些荒唐事，比如说打架斗殴啊、公路飙车呀、放荡成性啊，这些几乎对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影响，小秘密自己留着吧。当然，最难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过往情史。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讨论情史本身，而是去问你当时为什么会喜欢他，把过去和现在彻底分开。那你当时为什么喜欢他？往事就不要再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学聊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